嗨，大家好啊！我係萬俊謙教練啊，同 RMAC 跑會創辦人文少傑教練一樣，我哋大家都係 Man Sir 啊。點解我跑住步同大家講嘢？因為我要話俾大家知，我都仲係 Running Man 啊嘛。咁我都換件衫先再同大家講嘢啦。今晚好高興啊！大家聚首一堂，一齊慶祝 RMAC 成立10週年啊！2015年 RMAC 成立初期咧，只係得4位教練，訓練班只係得2-3班，都係小班教學嘅。咁時至今日 RMAC 咧已經有19班恆常班啦喎，仲有越野班啦、體能班啦、瑜伽班啦、兒童班啦、私人班啦，總之應有盡有。咁當然啦，在座嘅嘉賓同埋各方好友嘅鼎力支持咧，都係不可或缺嘅。咁我講住咁多先，咁啊以下嘅時間咧，交俾另外一位嘅專家講一講，分享一下佢對 RMAC 嘅睇法啦喎。有好嘅食材，都要有升級嘅廚藝，長跑都係一樣，梗係要揀升級嘅教練團隊，先可以將運動潛力發揮到極致。RMAC 嘅地區選擇豐富，專業可靠，分析精準有層次，根據我嘅需要，精心炮製體能提升方案，最啱我口味，品味跑步，升級演繹 RMAC。最後不如我都分享一下我嘅近況啦。咁我而家都仲有跑步嘅，其中一個最開心嘅時刻嚟嘅。唔講咁多啦，下次你嚟探我，或者我返香港嚟探你嘅時候，就再約跑步食飯傾偈。好，今晚大家玩得開心啲，飲多杯。好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ily 教練。咁首先咧要恭喜 RMAC 成立10週年啦。原來咧我喺度已經教咗10年啦。咁好多謝咧文 Sir 同埋已經移民咗去英國嘅萬 Sir 咧，當初揾我入會啦。咁我記得我係佢哋話即係想揾一個女教練。咁啊當初我係第一位女教練入到去 Running Man 裏邊教。咁都好多謝佢哋對我嘅信任啦。另外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咧，會嘅規模好細啦，淨係得3班啦。咁去到第2年咧，文 Sir 就已經係辭咗份全職啦。咁就全心落力咁樣去搞跑會，去到而家咧已經有19班，咁好開心可以見證住 RMAC 嘅成長啦。咁其實調翻轉咧 RMAC 咧亦都睇住我成長，因為由我大學啦到畢業啦，然之後到而家出嚟做嘢啦，咁好開心都喺呢一個大家庭裏邊咧識咗一班好朋友啦，同埋其他嘅教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梁 Sir， 我係九龍灣班、將軍澳班同埋體能班嘅教練嚟嘅。咁喺 Running Man 呢10年裏邊咧，令我最難忘嘅時間應該係開班初期啦。咁我就同文 Sir、萬 Sir 同埋陸 Sir 喺度教完班之後咧，就會喺後邊嗰間大排檔嗰度一齊食飯。咁食飯咧就會一齊傾下究竟有啲咩地方可以做得再好啲啊。咁我哋下堂再改善下咁樣樣咯。咁我喺度祝 Running Man 10週年生日快樂啦。咁繼續收多啲學生，咁同學可以繼續向住自己嘅目標進發，同埋即係跑多啲 PB 啦，繼續享受跑步。大家好啊！首先恭喜 RMAC 10週年生日快樂！我係威 Sir， 我咧就應該坐緊飛機去緊沙地阿拉伯，因為我今年咧就負責帶亞洲 U18 青少年田徑隊去參賽，所以咧今年咧我就唔可以參加呢個盛宴啦。每年咧我都好開心，好期望呢一日嘅來臨嘅，因為可以見到好多景點啦，同埋可以打卡啦。咁啊見到啲人啊打直入啦，就打橫出啦，見到大家咁高興，我真係好開心。可惜今次就冇機會再參加啦。將軍澳2班咧係我第一次教大人班嘅，咁最初嘅心情係戰戰兢兢嘅，因為見到好多哥哥姐姐，其實我好怕醜。咁但係有樣嘢我真係到而家都好唔明。點解大家返完工，點解咧仲嚟練跑咧？呢個我真係好佩服各位嘅毅力，而且裏邊都好多個同學仔都有好高嘅水準。咁呢樣嘢係大家可以練到進步之餘又健康咧，係令到我好安慰。咁另外就見到大家喺群組裏邊有傾有講有笑啦，又有活動啦，真係好有家庭嘅 feel 啦。不過咧就見到好多人性嘅真實一面啦。例如長課6分批啊，又話慢腳啊，又話跑好慢啊，結果咧係冇一次係啱。嗰啲騙子咧就非常之多啦。咁最後希望大家繼續努力，迎接下一個10年。Hello， 我係 Coco 教練啦，咁亦都係 Running Man 嘅教練啦。咁首先要恭喜 Running Man 10週年快樂啦，10歲啦，大家掌聲 Running Man 10歲啦。好開心嘅，每一次每一個班咧，見到大家都好有活力，同埋好多人一齊參加嘅時候，非常之好。Running Man 大家我相信
跑步界嘅全部都識㗎啦。嚟緊希望 Running Man 可以更加多嘅班，更加多人做到更加好嘅 PB。見到佢哋喺運動場上面好快咁走，仲要着住我哋套制服，不得了！嚟緊加油，生日快樂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關 Sir 啊。咁啊，知道今年係 Running Man 嘅10週年啦。咁就 Running Man 對於我嚟講係咩呢？咁佢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啊，諗起都溫暖嘅。咁啊，每當大家有比賽啊，或者遇到困難咧，諗起 Running Man 咧，就實 PB 就實充滿力量㗎啦。OK， 咁就我知道今年嘅學生嘅報名編號人數咧去到5位數字㗎。咁啊，希望可以好快咁樣，好似電話號碼咁去到8位數字啊！希望大家一齊努力啊。OK， 咁就最後就祝 Running Man 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，希望有更加多嘅10週年。大家好，我係 Running Man 嘅其中一位教練，我係 Ivan， 大家叫我 Ivan 啦。我係銅鑼灣2班啦，同埋有教小西灣班嘅教練啦。咁啊，好高興跑會終於踏入10週年啦。咁啊，其中一個最難忘嘅回憶呢，就係打風啦，山竹打風令到小西灣運動場同埋銅鑼灣運動場啦就閂咗啦。咁但係都係一個好機會俾我知道可以同學仔上山啊，喺維園跑斜路啊咁樣咯。咁我加入咗跑會應該有8年啦。我唔係創會會員嚟嘅，但係都好高興啊！文少傑教練俾機會我 keep 住喺度成長啦。咁仲有就係對跑會嘅展望。如果課教練嘅話，我諗年加人工啦。係啊，第二希望再吸引到多啲人可以加入 Running Man 認識跑步，一齊開心跑步啦。最緊要唔好受傷跑步啦。我覺得呢個係最主要嘅原因啦，亦都係 Running Man 嘅特色啦。咁仲有最後就係10週年要講啲恭賀説話，祝跑會越收越多學生，越嚟越出名，係啊，吸引多啲人跑步。Running Man Athletic Cup 10週年快樂！